上计工资对2016年开始，到即马已经起到28000块，连续9年拢有起，已经起58%。因为针对立法院三读通过财务法，中央预算会减超过3000亿。劳动部是表示，包括劳保的拨补、甲药价流程、三检的扣价、甲薪水补助等等，拢会继续来争取。立法院第23读通过财务法，这个影响中央和地方预算分配的法案，中央预算总值群会减少3753亿。安尼对劳工权益敢有影响？劳动部长洪新涵有告劳动部所属业务的非法定支出的减少要3成，包括劳保基金拨补在内一寡重要的经费，恐惊拢会受到影响。第一个就像刚才说的，劳保拨补的这个财务的经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也关于育婴留停的津贴补助，好，再来也包括产检假、陪产检假的薪资的补助啊。如果未来在财务上面出现缺口的话，那我们是确实是很忧虑，也不希望看到劳工朋友他在过去使用这些资源上面的权益会受到影响。劳动部表示，会继续沟通争取，避免影响到劳工的权益。另外，为着要照顾弱势劳工家庭的基本生活，2025年劳工的上计工资原来会调悬。劳动部说明，自元旦开始，月基的上计工资对27477块起到28590块，起幅是有到4.08%。另外，若是算点钟的上计工资，会对183块增加到190块，安尼拍算是有257万的劳工通受惠。外界有的时候会以为说，好像是最低工资的调整或基本工资的调整只有帮助到移工，其实并不是。在我们相关的数据来看，最大的受惠者还是我们本国的劳工，占比大概有86%。那大概这几年都是这样。明年的部分的话，还是会由我们的最低工资的审议会继续来去做讨论。基本工资自2016年以来已经连续第9年调整，每年劳保费率嘛对12%调升到12.5%。另外，劳动部为着要积极辅导政府列车的家友就业，奖励聘用家友的雇主1个月1万外块的奖助金，嘛补助家友6成的基本工资含交通补助金等等，希望会当协助这些家友尽早回归社会。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